在店里手拿着钢针，佩戴包着铁的布，一针一线缝制着。他是名章榻榻米第3代承接人洪伟进。从2008年承接至今，制作榻榻米的过程中，有感而发的他体会到耐心2个字。我觉得做这个行业这个技艺啊，过程就是要有耐心吧。差不多跟钓鱼一样吧。有人说，那个人要是喜欢钓鱼，就代表他应该很有耐心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做这个就是要有耐心啊。然后我可能又觉得说，我要做就要把它做好，我不要说像我爷爷说，他以前的那些旗下的师傅，有的就是随便做一块做，他觉得做好就好了，他不用很要求过程或品质这样子。所以后来好像我有一些长辈看我做了几年之后，他也觉得说我做这个榻榻米我做不快这样。他知道我可能比我爷爷还要龟毛，就是会有一些细节都会要求啊，不会说赶快随便把它缝好就交货了这样子。所以大概就是培养出一些比较耐心吧。名章榻榻米第1代传人洪诗明阿公在2021年初过世后，现为第3代洪伟进将技艺传承下来。因洪诗明阿公受日本教育长大，较传统固执，让跟在阿公旁学习的洪伟进常因想法不同，冲突不断。只要有订单，阿公一律概括承受。洪伟进形容阿公像台湾水牛一样勤奋辛劳，一直走一直走，拢袂忝。他边说边回忆着过往的趣事。我阿公早期他是在台南麻豆那边跟人家学习做榻榻米，当学徒学习做榻榻米，然后后来他就是学成之后就离开他的家乡嘉里新啊麻豆那边，然后来到台南市中西区民权路这里开店，是差不多民国52年的时候。然后他一开始来的时候也是先找个这个地方落脚，然后也是先在这边跟人家租房子啊做，然后那时候榻榻米的店家这边竞争也蛮多间的，然后就后来就陆陆续续一直做，一开始他也有去高雄凤山那边开店啊，但是也不顺，所以最后他还是决定回来到我们台南市中西区民权路东门圆环这边。继续就是做到最后了这样子。吵架是在所难免啊，因为我跟他又是他是第1代的啊，我是第3代，中间又隔了1代嘛，难免就会比较有代沟啊。然后可能他是那种日据时代教育长大的小孩嘛，就是又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他就是那种台湾水牛的那种精神吧，一直做，也好像都不会累的那种人啊。有时候我们想要休息一下，或者是说订单已经接到做不完了，他还是不管，他还是一直接这样。就是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好像就是只要有钱赚，他们就是会去想办法把它赚进来这样。比较特别的，比方说就是接过桃园的那种类似少年监狱那种，那算大单啊，就是那时候就跟着我阿公就还有厂商载那些所有的成品，就一路从厂商在云林那边，然后就一路这样带过去桃园那边卸货这样子。然后因为它旁边还有一些小块要现场施工的，然后我们就是那一天就整天就在桃园那边弄完，回来都已经深夜了。因为他那个采购的，就是说我们有一间茶禅教室，就是要给那些受刑人禅修用的。然后还有就是像长隆大学，他们有那个日本文化教室，整间就是还蛮大间的那种教室，就是全部都是铺满榻榻米这样子。
洪伟进的父亲早逝，决定回来继承榻榻米技艺那年，洪诗明阿公已75岁。某天看着阿公70几岁了，还得每天搬18公斤重的稻草席垫，心想外面工作不是他喜欢的。从小又看着阿公做榻榻米长大，快失传的技艺，现在不赶快学的话，可能就来不及了。大概是当兵退伍完之后，先去外面工作2年，然后才辞掉那个工作，再继续，就回来跟我阿公学习这个技艺，然后做到现在。我本身是念那种材料纤维的，其实说穿了，它就是纺织系。早期是念化工的，然后后来就变成材料纤维这一方面。因为纺织业在台湾已经算是夕阳产业了嘛。我后来毕业到当兵退伍，就是去纺织厂工作啊。然后大概也是做了2年，就觉得那个产业有点都外移了，或大陆那边这样子。然后后来也就干脆把它辞掉了，就回来跟我阿公算继承我们家的家业这样子。因为那时候也是想说，我阿公年纪也差不多已经75那边了，假如想要学习他这个技艺的话，可能要尽快了，不然也许你再拖下去，哪天你想学，我阿公已经不在了，或者是说他已经没办法再教你了。这张照片就是我们家的全家福。那时候我记得是我哥哥在当狱官，有一次放假回来，他就穿着那一身军装回来，然后他就是提议说要去找我阿公阿嬷一起去拍一张全家福，这样算留作他军中的一个回忆这样子吧。然后前面2位坐着的就是我阿公阿嬷，后面就是我跟我哥哥姐姐还有我妈妈这样子。然后因为我爸爸距离现在20年前就已经过世了，所以里面当然就没有我爸爸了这样子。决定要回来学习榻榻米技艺时，那时候弹簧床兴起，客源大幅减少，已快变成夕阳产业。洪伟进不讳言地说，学习一项技艺是辛苦的，不快乐的时光居多。唯一不同的是，跟自家人学习袂唱波，甚至会更严格的教你。学习这一项技艺，其实过程都是辛苦的啦，因为不管你做什么技艺，过程应该都不会太快乐的，因为都是从零开始嘛。然后只是说是自己的阿公，不是说像有的人是去外面跟人家拜师学艺的，就是人家可能说的家己的人、家己的阿公袂唱播的这样子。然后快乐的应该真的比较少，因为说真的，在学习这一项技艺的这几年来，也要首先让你自己要放下身段嘛，然后还要忍受这些社会上的那种人家的那种世俗的那种眼光，要怎么看我们这个行业，这就是自己要去调整那个心态了。虽然你会觉得你做你的，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就好了，但是我没有办法控制别人要怎么看我们。榻榻米它是日本的产物嘛，然后我从小应该说这个行业的兴盛期是我没有看到，因为应该是我阿公年轻那个时期，就是台湾刚光复那个时期，算榻榻米比较兴盛的时期。然后接着就随着经济发展起来，然后弹簧床的问世，榻榻米有些民众可能就不想要再继续睡榻榻米，然后他们可能有更多的选择，他可以睡弹簧床或者睡其他的什么床垫什么之类的，然后导致于可能榻榻米就比较没落，变传统夕阳产业了这样子。但是有的人还是觉得睡这个习惯了，他也不会想要去睡什么弹簧床。当然，我觉得都是老一辈的居多啦。手工制作榻榻米是洪伟进的坚持，
他以食物形容手工制作的通常比机器连续生产的好吃，也因为这样，客人指定红尾镜一针一线手工缝制，这样才有温度。有些客人他就是喜欢我们榻榻米是我们亲手手工这样一针一线慢慢缝的，他不要机械处理。当然，有些客人也是觉得他就是要机械做的，可能比较扎实，这样。然后有一个客人他就是知道有机械做的，也有我们这种一针一线手工慢慢缝的，然后他来就是跟我说，他就是要我亲手一针一线慢慢做的。他说这样比较有温度，对。然后他就是不要机械做的这样子，然后就看客人的想法了。像假如你今天是做吃的部分，那一定是手工做的比较好吃的。这样机械做的，就是像我们在卖场买到的那些饼干，那个一定都是机械做的。那假如你去外面那种什么手工饼干、蛋糕店，那个都手工自己做，应该通常都会比较好吃的。车部边的部分呢，后面这边就是机械生产的样式，就是会有缝线在侧面这样子。然后手工我们自己缝的手工部分就是可以，因为可能就是上下我们让针这样上下穿梭缝制，它就会侧面就会看不到线，等于说我会把线藏在里面。那当然就看消费者他们的需求，有的就觉得他要机械做的，有的要我们手工做的，就比较不会有那些线条的干扰吧。这个刀具的部分，就是当然就是我在裁切榻榻米洗底的工具啊，当然有大小只的，小只当然最主要只能画线用的。然后这个就是针啊，就是在固定布边啊，它大只一点的就是在固定草席两头尾草席用的针啊，先把它固定住，然后才能缝草席啊，缝布边这样。然后这一只钩子就是缝完草席，缝完布边，再把它拉紧、吹或按这样子的一个辅助的工具。这些就是针跟针啊这样子。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针线包这样子。然后这个就是我每次在开始缝的时候手都会佩戴的这个东西，因为我们要推那个钢针，一定要有。不可能用肉去推嘛，手掌的肉去推，所以里面其实是有包一块铁块的，这样子。榻榻米的清洁、保养及摆放方式也是一门学问。来听听洪伟进他的分享。首先，新做起来的榻榻米，就这一层草席上有一层那个粉嘛，你要拿布沾水拧干，擦一下再
使用啊、睡觉这样子啊，不然那一层粉白白的，你要是穿黑色衣服的或深色衣服，可能就变印上去了这样子。然后平常的保养就是你榻榻米这种东西，就是最怕潮湿、湿气啊。平常就是既然东西买了就要用嘛，你就是最好可以每天在上面活动啊、睡觉啊，不要说买了把榻榻米当成装饰品，在那边都不去上面活动、睡觉、使用它这样子。这样可能像接下来遇到这种梅雨季、台风季，可能就会草席面上面可能就会发霉啊。然后我们是南部地区，没有像台北下雨下的那么频繁啊。虽然说有人说那种开除湿机，但是我觉得那个也没什么用。真的发霉，你就要买一个这种中刷，先把榻榻米搬出去，然后拿这个中刷把那个霉这样顺这个纹路把它刷掉啊。然后顺便再晒一下太阳，然后再晒完之后，也是拿布沾水拧干，再擦一下这样子。最好的保养就是你真的就是要每天在上面睡觉活动这样子。一般像首先这2个是最近设计师都很喜欢的回字形摆法，就是。但是因为它在日本的一些局部地区的文化上又有一些差异，就是最主要是要顺时钟啦，不然假如你今天没有摆好的话，变逆时钟的话，他们网络上是说逆时钟的摆法是早期日本武士在自杀用的房间用的摆法，所以我们后来都会注意一下，就是要规划成这种摆法，就是要记得要顺时钟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就是有一些变化，比方说，就至少要3块以上才会有变化，因为你2块的话，就是看你2块要摆横的还是摆直的这样，3块你就可以看要全部都摆直的，或者是1块直的2块横的，这样比较有一种中横交错的感觉。日式的摆法也都是这样子或者是4块也是看你要怎么摆，就是2块横的2块直的，那4块你又有可以也是2块横的2块直的，就是看客人自己的喜好这样子。然后我们都会画给客人看看他自己想要怎样都可以。然后6块就是等于说像4块这样再添2块上去，然后8块就是整体就会比较平均的，就是不会说这边好像多2块出来，然后它的2块就等于再添2块上去，在这里一样，意思是这样。然后当然也有人是以2块为一个单位做正方形下去排列的，所以它也可以排成这样子的这种摆法，然后它其实也是8块的排法这样子，大概就是这样。只是说日本各个地区的文化太多了，然后他们的摆法有时候都会有一些禁忌，像正常是都不会摆这种全部同一方向，因为有的局部日本文化的不同，他们都会说，有的地方会说摆同一个方向是办丧事在用。阿公过世后，洪伟进接下榻榻米店独自作业，接单、制作、送货，通通一个人包办。电话声响就必须外出丈量。
任何传统技艺工艺都会面临到传承问题，若后继无人，就会因此消失了。名章榻榻米第3代洪伟进内心也有一些话想分享给正遇到与他相同处境的人们。我爷爷就是去年离世了啊，因为也没有立遗嘱嘛啊，我又是孙子第3代的啊，因为他们的儿女要分家产，这说真的也是正常的啊，只是我们也不能多说些什么啊，只是就是可能我会给一些像跟我类似跟我同辈，然后你可能今天是去跟人家学习一项技艺，或者是继承家业的，你还是要为你自己将来未雨绸缪一下，因为你的师傅啊或你的长辈总有一天会离开的。那除非你今天是跟你爸爸学，然后你爸爸又只生你一个儿子，那绝对不会有人跟你抢。假如你今天是跟外面的师傅学习的，那他的儿子要怎样，那是人家的事啊。变成说你今天学习到技艺，你有学有所成，你可能还是要总有一天你要面临可能要自己出去展店啊，或者是创业这样子之类的。技艺你有了啦，只是说原本你可能跟你的师傅或你的家人的这个店面，可能就是会面临有人会来争夺这样的。我相信这个社会新闻每年几乎都会有的嘛。可能老一辈的第1代的离开了，或者是怎样，然后下面的就会开始你争我夺这样子。所以说，当然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爷爷他没有立遗嘱的关系啊，像有的那种大企业的，他们可能在早就拟好那些遗嘱了，然后等到他哪一天真的离开了，下面也不用乱了，因为你就是照他写的遗嘱来走了，这样。就是像女孩子的衣服啊，是有一些内里，它就是多这一层纸，它可能它这个边边会比较有一点美感，有棱有角的。